台南市议长郭信良首次以无党籍的身份要来拼连任，配合下午伫安南区的服务处正式成立竞选总部，现场准备了7000了椅啊，坐个满满，包括立法院长游锡堃、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龙介、市长黄伟哲拢前来徛台，希望议长会用连任。信良兄吼，伊不但地方服务做真好，议会领导甲真好，真有创意，该服务的服务足良心，领导了真好。但是国会吼，地方国外议会外口这方面也要去做，我嘛是拍拼做，这吼，你若拍拼1分，就回报1分啦。所以咱台湾吼，国际促进敢无共款，即马真需要一款会这拍拼。今仔日日本下暗有20位国会议员要来华请，这嘛是甲大家拍拼有关系啊。所以我要恳请大家，这款的议长咱爱惜，无论如何，决定爱互信良兄当高票当选连任，好啊好？拜托大家，11月26，这摆的选举啊，会使讲我所提出的政见，郭信良议长全力来支持。有一个好的、有魄力、有改革的议长，更加爱有一个有魄力的市长，对不对？11月26，毋茫恁用着你温暖的双手，辛勤的一票，咱来甲郭信良做伴，袂使互伊孤单。你毋通想讲人遮济就稳调的呢，听到尾啊，你骹尾就冷去。所以拜托恁，一人转去有1票、5票、10票。咱袂使让郭信良离开议坛，不但安尼，咱还阁继续互伊做议长，好无？认真甲大家拜托，互咱郭信良继续连任，你讲好唔好？好。我想啊，政治的路会使讲真坎坎坷坷，人生的路几十年一弯的就过，但是总是要为历史来写记录，为咱家己的生命来写记录。我伫遮非常辛苦，甲大家乡亲、各位乡亲拜托，信良1票，互伟特会当顺势连任，伟特1票，好唔好？拜托大家，后手村7礼拜安尼，7礼拜安尼，大家共同拍拼，拜托大家，多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。议长郭信良伫个人狮团甲后援会成员的陪同，一路由服务处行到舞台顶，受到现场乡亲热烈的支持。伫个雷震过以后，嘛有着高龄90岁的父亲为伊来披上战袍，展现寻求连任的决心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郭信良！当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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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选举这个物件无决定性，嘛无绝对性。我认为你的死较差，因为你的代志来造成着无可能挽回的结论。无啥物人就是讲伊的票足济，绝对无。大家去只落来1票，好囝也1票，查甫也1票，查某也1票，拢1票尔。恁这1票，就是对这个候选人上介大的肯定甲贺乐。11月26，为今仔开始，甲信良走东票、斗股票、斗股票。11月26，支持信良啊！听声信良啊！甲信良啊支持继续做议员啊！好无？好。最后者，所有的团队再次来拜托大家，唔通放信良的孤单，唔通放信良的孤单，大家继续行，继续行。11月26，咱一定赢！拜托大家。郭信良！当选！郭信良！当选！郭信良！当选！议长郭信良伫个脱党以后，拼连任这战，会讲是备受关注。大会成立，除了由立委陈廷辉来担任主持，立法院长游锡堃伫个国庆招待外宾无闲的时，嘛特别南下来小听。加上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龙介，嘛甲议会党团书记长李中琴、议员王家珍甲彭一峰到场表示支持。
甚至港选区代表民众党的候选人陈思伟嘛拢到场。议长表示，伊无分党派、议员、候选人拢邀请。伊讲，民主政治就是互相信任甲和谐，无一定是对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